皇上，请批阅奏折，按旁边写好的抄一遍。参见玉贵人。还不赶快去帮皇上研墨？是。皇上，皇上，觉得今天怎么样啊？翟将军，皇上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跟我出来一下。这。皇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要一切听他们的，你怎么不听话呀？我不喜欢他们。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，这是莲儿。现在皇上已经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如果想要让皇上听我们的，恐怕有点难。可是现在不能再出差错了呀。皇上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一定要听我的。如果你不听我的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你不是说你的方法可以万无一失的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？也许是最近发功太多，有点疲乏了。总之，在这1年里，不能出现任何状况，否则你我的项上人头可就都保不住了。听明白了吗？这。按理说，我的摄魂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得好好研究一下。不是说皇宫里的藏书是最多的吗？怎么我要的都找不到？哎，这个人的画像怎么这么脸熟？哦，对了，这不是玉贵人身边那个形迹可疑的宫女吗？秀宫，熹妃娘娘，难怪皇上会因为她而屡次不听我的指使。这皇宫里啊，就没有一个地方能待的。哎呀，真是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我了！是挺热的。大胆，不要命了！这不是莲儿的画像吗？你给我站住！好大的胆子啊！去，把李清喜找来，跟他说，把刚才那个小太监给我抓回来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了。是，娘娘。气死我了！哟，千贵人，这是怎么了？玉树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得去皇后娘娘那里说说，这宫里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刚才有一个太监，哎，他居然敢撞我，个子高高的，长得也很奇怪。我一看呢，他拿着莲儿的画像，我就想问他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不但没有回答我，居然还一溜烟的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，没王法了。高个子，长相奇怪，糟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哎，玉树，玉树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也走了？哎。哟，这外面的天气别提有多热了。去，
给本宫倒杯茶。我？不是你还会有谁啊？还不快去倒！难不成要本宫自己倒？你想烫死本宫啊？让你倒口水，你拿着这个破画干什么？给本宫！还给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娘娘，请把画给我。哎呀，这画画的是什么呀？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？你是熹妃？她怎么可能是熹妃？她是本宫的宫女，跟了本宫很多年，怎么可能是那个贱人？其实要验证也不难。皇上心里有熹妃，不管怎么做法，皇上都会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，你让皇上打那个宫女。这皇上，请皇上出手打这个宫女。请皇上出手打这个宫女。皇上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如果你不听我的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停！看来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呀，只是越来越没用了，自己的本事不够，却来诬赖别人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娘娘，多有得罪。没事。这扎兰他也太过分了，他千万别落在我手上，不然我饶不了他。现在说这些也于事无补。本宫倒是很担心，这要是有了开端，他们会更怀疑莲儿的身份。这万一被扯了出来，到时候该怎么办啊？要不我们把皇上救出来，我们跑吧，我们跑出去了再想办法呗。你以为这皇宫我们能逃得出去吗？就算能逃出去，他要来个皇上驾崩，另立新君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皇上现在又什么都不记得，谁给我们作证啊？王爷说的有道理。不如我们来个反间计。反间计？怎么做？这下要全靠你了。哟，札将军，见过玉贵人。札将军，本宫正好有事想跟你聊一聊。愿闻其详。今天可发生了不少事，本宫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本宫觉得有些不妥。
温将军，我们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自然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今儿个本宫那个挨打的宫女跟了本宫许多年，本宫自然是相信的。倒是将军你的人，那个会摄魂术的人，他到底有什么居心呢？他的居心？有好多问题，其实都是出在自己人身上。他最近控制皇上控制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本宫在想，他是不是在随便找个借口，拿出来一张画，莫名其妙的又没有人脸。娘娘的意思是说，他本事有限，故意找借口推脱。往好处想是这样，哎，可是娘娘但说无妨。你看，这摄魂术只有他一个人能掌握，他能够控制住皇上的魂，自然也能够控制别人的魂。这天下有谁不想做第一？又有谁肯屈居于人下呢？不会的，他跟了我很多年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都是会变的。啊，当然，本宫也只是猜测而已，不一定是事实。不过，假如本宫是将军的话，本宫一定会把摄魂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到时候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会受人限制。你说呢？将军，本宫还有孩子的前途，都系在大人你一个人身上，所以本宫才多了几句嘴，你可别放在心上啊。最后的决定还得看你自己的。啊，本宫就先回宫了。娘娘慢走。将军，你找我？来得正好，陪我练练。将军神功盖世，属下甘拜下风。你也开始对我不讲实话，开始骗我了是不是？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。你的功夫明明比我高出很多，却要故意让着我，你不觉得太憋屈了吗？属下真的比不上将军。哼，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一件事情要你帮我。将军，请说。我觉得你的摄魂术挺有意思，想跟你学一学。这万万不可。为什么？实在是太伤身了。哎，我是将军出身，身体底子比你还好，你都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只管教，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不怪罪你就是了嘛。可是将军，这不是一天能学会的。那就慢慢学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自从将军从狼群中救了我，我就发誓要一直留在将军身边，以将军马首是瞻。其他的事情，我都可以答应将军，只是摄魂术实在太伤身了，我不能交给将军。来，起来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本将军就不再坚持了。你回去吧。嗯。
下去吧。这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人果然有问题。将军，既然知道有问题，那我们就解决问题。本宫相信将军一定可以办好的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没有被人发现啊？我假装睡着了，等他们离开了才来的。疼不疼？我帮你看看。没事儿，不用的。都怪我不好，把你害成这个样子。你别这么想，如果当时你不打我的话，也许我连命都没有了。我不懂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等你清醒了，你就会明白的。我帮你擦药。你怎么会有药啊？我自己割的，没一会儿太医就来了。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来，不用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哎，还没擦药呢。来，好痛啊！皇上，你还记不记得一句话？脚痛了，心就没那么痛了。嗯。走，我再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啊？来，喂，皇上，你还记得这儿吗？这是我们曾经相遇的地方。那时候我还把你当成了小太监，还说要带你去吃好吃的，结果我们跑到御膳房吃了好大一堆东西。哎，你快来！你还记得这儿吗？我们一起在这儿放过莲花灯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真的？你还记得什么？记得你对我的好。皇上，不是这种记得，我说的是，我们一起来过这儿，我们一起来过这儿啊。别叹气好不好？要不我们跳个舞？啊，来，来一圈儿，嘿，再来一圈儿，哎，你还记不记得这儿？上次我掉下去了，是你把我背上来的呀。我背你。是啊。来，我们算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皇上，你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记起这一切呢？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那我走了。好。好。参见札大人。皇上，杀札兰泰，封熊奎做摄政大臣。杀札兰泰，封熊奎做摄政大臣。皇上，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杀札兰泰，封熊奎做摄政大臣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养虎为患。将军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名字叫熊奎，对不对？是，只是这个名字
属下已经许久不用了。许久不用，还垫着。我要学摄魂术。我要学摄魂术，你教还是不教？这……每一个初学摄魂术的人，都要有非常强的观察力。一来可以帮助你集中精神，二来也能将对方的意识完全涣散。整个过程就是用你的意志力去主宰别人的意志力。所以今天第一课，我想给将军讲的是意志力。现在请将军看着那些镜子，将军可以从这些镜子里面反映的情况，来找寻一下我所在的方位。现在开始。将军，来抓我！将军，来抓我！将军，佩服。皇上要听我的，皇上要听我的，皇上要听我的。听你的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太好了，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终于将这摄魂术练成了。其实这摄魂术并不难，以后我一个人就可以掌握皇上了。哎，那您那位手下呢？对于没用的人，我向来都不会留。你们在这儿好好伺候皇上，我出去一下。稍后我再回来看看。放心吧，有事儿本宫会让他们去通知你。皇上，没事吧？皇上，皇上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呀，皇上！我没事。你呀，真讨厌！小心隔墙有耳。你觉得我的摄魂术学得怎么样？将军天资聪明，比寻常人学得快多了，只是时日尚短，恐怕还没有什么功效。这个匹夫，要不是我试过了，还真是被你骗了。什么叫时日尚短？你是怕我学会了就没你的事了吧？哼，本来就应该没你的事。今天我们应该学什么呀？今天希望将军以更快的速度找到属下。哦，将军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将军，你要杀了我吗？你不是也要杀了我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不用狡辩了。皇上说的话，
我听得清清楚楚。看来他们还是比将军厉害。我几乎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胜利和将军的失败。你胡说什么？摄魂术已经破解，我已学会了摄魂术，我也可以做。是吗？那将军看着我的眼睛。你要杀了我吗？如果我真要取将军的性命，何必大费周折呢？难道是我错了？这些年，我也帮将军做了不少坏事，现在也该到偿还的时候了。我识人不明，自己认了。而对将军最好的惩罚，就是让将军永远的失去我。云儿，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，怎么就想着干活了？吓人们呢？别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出来活动活动筋骨的。做这么多哪儿吃得完呀？这几天，我跟净空大师聊佛学，心境突然开了很多。我想，我这次能够大难不死，一定是佛祖在冥冥之中保佑我，所以我要多做好事，以示感恩。明白了，原来是做给庙里的僧人们吃的。那究竟做给谁呀？我想给那些即将砍头的死囚做些吃的，送他们最后一程。生前最后一顿，也是一桩无量的功德。无量的功德，是应该的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啊？我？当然是你了。如果你李大人不发话，我怎么进大牢？又怎么功德无量啊？好吧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带过去就好了，但记得别待太久，毕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。哎呦，吃的！夫人这边。这个好，我也要，给我一个。夫人这里脏，夫人有心做善事，吩咐一声就好了，何必亲自过来？这做善事啊，就得亲力亲为，否则的话就没有意义了。哟，夫人真是菩萨心肠，我替他们谢谢你了。给。哎，都有的啊，别抢，一个一个来。都有份儿，给我一个，谢谢。啊。哎。哎，过来拿吃的了，有吃的了。是牡丹要我送过来的，你也不吃吗？这是牡丹姑娘亲自叮嘱我送过来的，你要慢慢的品尝，不要一口吞了，连回味的机会都没有。
他好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他不会好。我在这里，他怎么会好呢？所以，为了他好，你要好好的把这个吃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吧。皇上说了，刺客行刑乃大快人心之事，应该与民同乐。大家不必拘束。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午时3刻已到，开展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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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乱贼如此猖狂，要不要就地正法？李大人，这不合规矩呀！好端端的不加审问，便要开刀问斩，突然间这囚犯又挣脱了绳索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没有帮凶？一切都不知道。倘若不查清楚，以后的麻烦会更大。张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把囚犯先押下去，容后再审。押下去。走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说，扎兰泰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扎兰泰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扎兰泰究竟控制了皇宫多少人？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和外界取得联系？参见皇上，夜深了，请皇上回宫休息。糟糕，连神武门都被他控制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这夜深人静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出宫啊？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大人，皇上晚上吃的有点多，说胃里胀得慌，奴婢就带着皇上到处走了走。奴婢刚才有点不太舒服，想去方便一下。
不知道皇上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。是这样吗？是。以后别带皇上出来乱走。奴婢知道了。我会吩咐御膳房做饭的时候做一点好消化的食物。带皇上回宫吧。是。皇上，走。好端端的，皇上怎么会跑出来？难道我的摄魂术失去效用了？不管是意外还是巧合，我都必须提高警惕，稍不留神，就是万丈深渊了。我听说皇上白天遇见了刺客，很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想到正好碰到这一幕，真是好险啊！以后皇上晚上还是少出去吧，万一被扎兰泰看出端倪，我们可就惨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双眉紧锁，嘴唇紧闭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这不像失忆的样子。难道皇上已经恢复记忆了？皇上，你是不是都想起来了？嘘！哎呀，好痛！皇上，哪里痛？我给你揉揉。眼下紫禁城里所有的人马都被他控制了，能够挽回这个局面的只有李卫。李卫？手痛。哪里痛啊？这里吗？对，他手里有支军队，是朕微服私访的时候交给他的，朕还没收回兵符。这宫里到处都是扎兰泰的眼线，我们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呢？哎，这屋里的陈设怎么都换成红色的了？过几天就是皇上寿诞了，按宫里规矩理应如此。皇上的大寿，这么说我们就可以找外面的戏班子了。娘娘，最近有没有去看过皇上？本宫听兰太说呀，皇上国事特别繁忙，本宫想即便过去也是给皇上添乱，所以只是早上去请个安而已。娘娘，最近可觉得皇上跟以前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比如皇上最近不太爱说话，整个人都呆呆的。你不说不觉得，你这一说，倒真觉得如此。听说啊，都是让那些刺客给吓的。什么？找太医了吗？太医怎么说的？哎呀，这心病啊，还得要心药医。这太医他能治病，可是治不了心呢。臣妾倒是有个主意，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当讲当讲，只要是对皇上好的，都当讲。你快说啊！臣妾看皇上这些天总是看这幅画，就问皇上这是什么。皇上说，是微服出访的时候看的一出戏，特别的好看。臣妾想，皇上很快就要大寿了，若是能将这个戏班子请到宫里来演上一演，说不定能治好皇上这块心病呢。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哎，这戏班子在哪儿啊？本宫这就叫人去请。啊，这个臣妾就不知道了，臣妾也不好问皇上，怕失去了惊喜。哎，有个叫李卫的，不是一直跟着皇上微服私访吗？途经了哪些地方，他一定最清楚。不如我们找他去，他一定能办得妥当。好，这事儿就交给李卫去办。皇上这微服私访，才刚刚出京城没几里就出事儿了，哪儿看过什么戏呀？这戏班子该去哪儿找啊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再过几日就是皇上的寿辰了，你们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，闲杂人等一律都不准出入。
一旦有人进入，必须严格搜身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李大人，这早朝的时间都已经过了，李大人怎么从后宫出来了？皇后娘娘找我商议给皇上做寿的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来人，在，搜身。走。等等，这什么意思？前几日皇上刚刚遭遇刺客，我等怕有人内外勾结，所以必须公事公办，还请李大人见谅啊。搜。大人，李大人，这是什么？皇后娘娘让我找的戏班子，皇上大寿当天，给皇上唱戏。宫里有戏班子，为什么要在外面找？莫非这图有什么古怪？国舅爷，不就是找个戏班子吗？想必李大人都已经看过了，这东西就不必带出宫了吧？请吧。且慢，李大人手里还带着些兵呢吧？这文官带兵也挺奇怪的。大寿之后，请李大人去兵部交接一下。这宫里总得有个宫里的规矩。